哦，挂2个牌子，说台语又说脏话。校长，这个是什么？河流啊！哦，说台。河流旁边里面的泥鳅啦。哇，好，那这个又是什么呢？敢抓。敢抓这个蟑螂的小孩啊，这太调皮了。来一个，你几岁啦？敢你被骗啦？唔正叫你要受死啦你！你这什么东西你这什么态度？老师安怎教你的？你搁问你爸几岁？我几岁跟你什么关系？我气死你爸气！